資深視後孫軒早前受陳志雲嘅訪問，再次剖白當年離開 TVB 嘅真正原因，引起網民熱議。佢坦言離開其實唔係為咗爭取更高人工或者獎項，而係因為成個運作方式都令佢覺得唔舒服。呢位以《尋秦記》等經典作品深入民心嘅藝人，直言喺職場上重視實力同埋公平，但後來發現工作上要擦鞋，討好一啲根本唔想討好嘅人，佢覺得自己做唔到，所以決定離開。佢話當合作夥伴夾唔到嗰陣，工作會變得好辛苦。總結自己處事哲學就係唔開心就走。另外，孫軒喺節目入面澄清同古天樂嘅 CP 傳聞，笑住話佢哋識咗30幾年，感覺更似兄弟，仲幽默咁話佢唔當我係女人。雖然曾經因為直言公司重用歌星拍劇而引起話題，但佢慶幸當年冇俾人雪藏。依家專注係唔同平台發展，孫軒嘅事業依然精彩。